升上6年級後，我哋一路以為最大嘅敵人係呈分試。錯，真正嘅敵人係老師啊 ！Oh my god！我哋係咪喺學校咩？原來我哋喺出版社啊！同學抄好未啊？抄好啦。好，翻下一版。嚇又抄？係啊，仲有重點1。重點2啊！重點3啊！唔使多諗啦，仲有補充資料。考型。余老師，你本筆記係咪冇最後一頁㗎？到收堂嘅時候，余老師成日都教我哋面試技巧，甚至幫同學修改作文。如果冇余老師，我哋可能永遠都唔知自己編作文可以攞獎㗎。多謝余老師。有冇同學想要嘅呢個步驟呢？思傑。好，有冇同學想今日嘅答案呢？佑明。呢個係個白紙。係啊。我教咗你2年都唔知我嘅要求係乜嘢，翻去坐低。余老師又嚟啦。好彩我寫得快啊嘛。其實快係唔代表啱㗎喎。30 minutes later，起啦，嗰頭再見。老師再見。天華，我想講我今次數學考試就係因為咁樣而考到變咗98分咯。當時我哋覺得廖老師太嚴㗎，直到我哋真係因為字體潦草而計錯數，先至明白到廖老師嘅用心。原來廖老師一直都係為我哋好。就喺度拯救緊我哋嘅分數啊！多謝廖老師。同學，點解火山會爆炸嘅？思傑，因為學生好嬲。咁點解恐龍會滅絕嘅？佑明，因為恐龍冇做工作紙。你真係嘅。黃老師成日都可以將課本嘅知識變得生動有趣。但係黃老師講過嘅故事同例子，到而家仲記得。多謝黃老師。英文啊！救命啊！ It's time for your presentation. 咩話？ Let's try it together. 由唔敢開口，到慢慢講出一句又一句嘅英文。最初淨係識得講 yes， No 同埋 OK，到而家可以面試，可以演講，咁用高階詞語。原來學英文並唔可怕，因為有 Miss Liu 一路陪住我哋。多謝 Miss Liu。老師，其實我以前真係覺得你哋好嚴格㗎，覺得功課好多，覺得要求好高。但係而家終於明白啦，原來每一份工作紙，每一次嘅提醒，每一句鼓勵，都係老師送俾我哋最珍貴嘅禮物。老師多謝你，畢業快樂！親愛嘅6A 班同學，畢業快樂！過去2年，我哋一齊經歷過好多挑戰，特別係喺6年級面對升中面試同埋呈分試嘅時候，最令我感動嘅唔係你哋得到啲乜嘢成績，而係你哋面對困難嘅時候唔會放棄，並且努力爭取進步嘅態度。呢2年期間，我見證住你哋一步一步嘅成長，變得更加有自信，更加勇敢，亦都懂得堅持。希望畢業之後，你哋繼續勇敢追夢，記住曾經努力奮鬥、勇敢突破嘅自己。要記住 Stay hungry, stay foolish， 保持求知若渴，保持勇於探索，帶住勇氣同埋夢想，邁向更精彩嘅未來。